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專幫大家檢樓嘅小陳啊。上次咧介紹一間1萬蚊尺以下嘅別墅咧，反應非常之熱烈。今日小陳決定介紹多間升級版，點樣升級版法咧？都係1萬蚊尺，6間房，仲要送埋個海景俾你。我哋一齊過去望下。我哋一入到嚟，頭先啱啱拍咗嘅話咧，就係個飯廳啦。呢一度咧就係客廳。客廳咧，我覺得咧應該大概可以舉行一個20人至30人嘅派對。之後咧，我哋可以上到去飯廳。飯廳呢一個位嘅話咧，佢可以擺一張咧超過12個人嘅飯台。另外呢度亦都有個吧位啦，咁亦都有個升級嘅廚房，方便太太們嘅話展示佢嘅廚藝。咁有啲咩設施咧？焗爐、蒸爐、微波爐基本上有啦。電子爐、中式爐，再加埋一系列嘅升級名廚，大家可以盡展所長。完客飯廳之後咧，我哋上到1樓第一層寢區，業主咧亦都好巧妙將第一層寢區分開咗兩邊，一邊就係睡眠區，第一邊咧就係娛樂區。我哋先睇咗呢一邊先啦。去到第一間套房嘅話咧，除咗有寬敞嘅空間啦，亦都有無敵嘅海景，同埋亦都有個新潮嘅廁所，大家可以望下。望完第一間套房啦，我哋望翻第二間套房。第二間套房嘅話咧，巧妙嘅設計，亦都係配合翻女士。原來除咗勞斯萊斯個頂之外，原來我哋嘅別墅亦都可以做一個升空頂㗎。咁耐其實1樓我哋只係睇咗一半咋，仲有一邊娛樂區，我哋一齊過嚟呢邊參觀啦。入到嚟呢一個小型 party room， 有卡拉 OK 嘅設備，巨型嘅電視，可以同你一眾朋友開懷暢飲。好，睇完娛樂房，我哋再過隔離度望下。當大家經過一眾嘅娛樂之後，大家身心疲累，亦都可以過嚟隔離呢間休息室度好好休息一番。介紹完樓下1樓嗰個寢區之後，終於到最重頭戲嘅戲肉啦！無敵主人房嗱，大家睇睇我右手邊呢張床係 king size 嘅，但係睇落去空間感係咪唔似咧？點解會咁樣啊？因為間房實在係太大啦！睇完個重區之後，左手邊亦都有個衣帽間，超級巨型嗱，你睇下衣帽間除咗右邊一